位老友記，我話你知啊，好多嘢開頭太過轟烈，埋尾嗰陣就實會搞到一頸血。你聽好啦，兩個人糾纏咗足足20年，中間積落嗰啲數點會咁易拆得掂啊？今年年初出面無端端傳出一單好誇張嘅消息，話我同離咗婚14年嘅前妻準備喺香港搞復婚，短短幾個鐘，成班街坊都喺度講。各位講句唔好聽嘅，破鏡重圓聽落好似好美好，但係背後嗰條路真係好難行。呢個唔係簡簡單單和好如初嘅故事，入面牽涉咗一把刻住字母嘅限量版瑞士軍刀，一張因斯蘭又拼翻埋嘅字條。我嗰位83歲嘅老豆喺醫院走廊大發雷霆，仲有一個後生仔喺現場彈咗3首鋼琴曲，所有嘅恩恩怨怨全部都喺呢幾樣嘢入面。我哋將時間推翻轉頭去睇下呢一切係點樣開始嘅。嗰晚落住好大場暴雨，風雨交加，真係最容易出事嘅時候。喺香港半山嘅一棟獨立屋入面，前妻正喺屋企休息。嗰幾日佢冇開工，成間大屋就得佢同細仔，仲有一個工人姐姐。半夜1點鐘，工人姐姐喺樓下房無啦啦俾一下怪聲嚇醒，起初仲以為係打雷，跟住又聽到好大聲玻璃碎嘅聲。佢跑出去客廳睇落地玻璃，俾人撲爛咗個大窿，嗰啲風雨係咁撇入嚟，而前妻就已經跌咗喺客廳中間嘅雲石地上面。各位，嗰個畫面真係睇見到心寒。佢側身縮埋一嚿身，下邊已經流咗成灘血，件淺色睡衣個肚位置全部濕晒，手臂都擦損晒。佢仲有少少知覺，一隻手死死箍住個肚，口入面係咁講報警報警。同一時間嘅香港九龍夜間錄音室入面，我正喺度同班手足搞緊電影主題曲嘅後期。工人姐姐打嚟第一個電話我聽唔到，打第2次我先接。各位聽完電話之後，我成塊面都青晒，隻手震到連電話都差啲拎唔穩口入面，淨係識得講同一句說話。我即刻到你叫佢頂住。我由錄音室衝出去，連件灰色工作服都冇換，直接揸走樓下架黑色跑車，由九龍過半山。因為暴雨同水浸，平時起碼有半個鐘，但我淨係用咗12分鐘就去到醫院急症室門口。沿途有司機見到我架車喺告士打道連衝咗幾個紅燈，喺水浸嘅路面鏟起成幅水牆，幾乎係貼住欄杆掟彎。我衝入急症室嗰陣，全身濕透，對鞋全部係泥水，面如死灰，直接拉住護士大叫傷者喺邊度。我喺急救室出面個走廊半跪喺度，雙手撐住地下，成個人真係去到崩潰邊緣。急救室入面，前妻個肚被利器刺傷，傷口好深，差點就攞穿大血管撈咗1/3，真係陰公咯。如果遲幾分鐘送嚟，又或者歪多1厘米，個人可能當場就冇咗。走廊聚集嘅人越嚟越多，最先趕到嘅係我83歲嘅老豆。老人家收到我電話，直接由屋企趕嚟，衫都冇換，着住套深色唐裝，拎住支拐杖，面色成舊鐵咁。就喺呢個時候，一個大家都諗唔到嘅人出現咗。凌晨2點幾，我嗰位知己着住嗰件黑色長風褸，戴住口罩黑超出現喺醫院特殊通道入口嘅走廊，手入面揸住個深啡色牛皮紙袋。佢冇行入急救區，只係遠遠咁企喺度望咗一眼急救室嗰邊。老豆聽到聲，見到嗰個身影之後，當場情緒完全失控。大家諗下，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舉起支拐杖指住嗰邊，把聲大到震散成條走廊，瘋狂咁鬧，甚至連血債血償呢啲字眼都講埋出口。後來聽講老人家私底下話已經請咗東南亞嘅師傅，要按傳統做法搞個49日嘅化煞儀式。各位，事情嘅真相早就留低喺現場。差佬喺客廳茶几旁邊個垃圾桶入面揾到一把有血跡嘅摺疊式瑞士軍刀，刀柄上面刻住一個小寫嘅英文字母。而喺梳化下面，探員執到好多碎紙，拼翻埋之後係一行手寫嘅10個字，寫住呢個就係你搶走佢嘅代價。呢幾十年來嘅恩怨，終於喺呢個暴雨夜搞出件咁大件事。各位老友記，每一件事發生都有前因後果。頭先講到嗰場嚇死人嘅意外，大家
家諗下，邊有無啦啦爆發嘅橫禍啊？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要解開呢件事背後嘅真相，我必須將時間推前，翻去流血事件發生之前嗰個冬天嗰排，我同知己一齊住兩個，住喺港島一個高層複式單位。喺外人眼中，呢度係神仙眷侶嘅避世天堂，但係實際上，我哋兩個人嘅關係已經出現咗好大裂痕。身邊熟啲嘅老友都知，由半年前開始，我哋就已經行到徹底散黨嘅邊緣，日日鬧交。導火線究竟係乜嘢呢？各位講到底最斬唔斷嘅就係親情。我同前妻因為2個仔而產生嘅聯繫，就好似一條條無形嘅線，一點一滴咁挑戰緊佢對呢段關係嘅忍耐底線。徹底抹面嗰一晚，終於大爆發。嗰次唔係普通情侶鬥嘴，係一場要將以前所有嘢連根拔起嘅風暴。聽當時巡樓嘅漢奸講，我哋嗰間高層單位突然傳出好激烈嘅嘈吵聲筒，一連串掟爛嘢嘅巨響，樓下住客頂唔順投訴，漢奸先頂硬上樓睇下各位。當漢奸行到門口，聽到入面傳嚟女人好淒厲嘅叫聲，同埋瓷器碎爛嘅聲，真係絕望到極點。大門由入面打開咗條罅，因為掛住防盜鏈推唔晒，但淨係順住條門罅望入去嘅畫面就已經夠晒得人驚。客廳個地下鋪滿晒碎玻璃同跌爛嘅擺設，牆上面原本掛住嘅大張合照跌咗落地下，商家啲玻璃碎晒。佢當時就企喺客廳中間，着住屋企衫，頭髮亂晒，情緒激動到極，手入面竟然舉起一張凳，正想狠狠咁掟向門口個裝飾櫃。而我呢，我就企喺樓梯口，一粒聲都冇出，亦冇行埋去阻止，成個人真係攰到抽筋，同埋覺得好無奈。漢奸勸咗幾句，佢放低咗張凳，但呢個唔係和好，而係更加決絕嘅開始。佢轉頭由櫃嗰度拉出一個喐，開始死命咁將啲衫塞入去。漢奸走咗之後，屋入面嘅衝突不但冇停，反而搞到更加極端。我記得嗰晚佢做出咗最絕情嘅舉動，佢將我所有嘅私人物品全部搬晒出客廳，當住我面一件一件咁處理。我送過嘅首飾、寫過嘅信，兩個人一齊去旅行買翻嚟嘅紀念品，呢啲充滿回憶嘅嘢，全部被佢眼都唔眨咁丟晒入黑色垃圾袋。大家慢慢回味下，跟住呢個動作，佢拎起我平時着開嘅一套睡衣同拖鞋，直接掉落廚房個新盤入面，然後竟然點着咗一個火光喺新盤度着起，跟住又自己熄咗喺新盤度點火，燒毀貼身嘅嘢，就等於要夾硬燒斷兩個人之間最後嗰少少情分。唔單止係死物，連我養嗰隻布偶貓都俾佢落柯打，叫經理人連夜接走，一點活物嘅牽絆都唔肯留喺屋企。等到經理人後半夜趕到嘅時候，屋入面已經死氣沉沉。經理人見到佢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咁坐喺露台度食煙，一粒聲都唔出。當問到屋企有啲好貴嘅樂器應該點處理嗰陣，佢只係答咗一句令人心寒嘅話。佢話叫佢自己嚟攞唔走嘅，當垃圾燒晒佢。嗰個語氣極其平靜。各位，呢種平靜先係最恐怖嘅。當一個人太過追求自我，想斬斷世間所有紅塵牽絆嗰陣，就等同將人性嘅包容逼到絕境。就喺嗰個半夜，我被逼即刻離開呢個我以為係靈魂歸宿嘅屋企。我喺娛樂圈風光咗大半生，行出嗰棟樓嘅時候，身上淨係帶咗電話、車匙同一件薄風褸。我將架車揸出地庫，喺呢個繁華喧鬧嘅香港街頭，漫無目的咁遊車河遊咗好耐好耐。我突然發覺自己竟然唔知可以去邊度。各位街坊，你哋明唔明嗰種淒涼？一個男人當然為咗追求所謂嘅靈魂伴侶，追求精神上嘅絕對自由，拋低咗糟糠之妻，拋低咗細路仔，以為可以喺嗰間高聳入雲嘅復式大屋入面揾到世外桃源。結果係點呢？去到最後，我都係被打回原形。喺呢個寒風刺骨嘅半夜街頭，連一個可以遮風擋雨嘅落腳點都揾唔到，所有嘅報應先至剛剛開始。各位老友記，頭先講到嗰個半夜，我俾人掃地出門。大家諗下，一個曾經以為擁有最自由靈魂嘅
男人嗰一刻原來係孤立無援。最後我將架車停咗喺前妻屋企附近嘅路邊，我冇揸入去，亦都冇打電話，就係咁自己一個喺黑猛猛嘅車廂入面死咗。人去到最絕望嘅時候，往往會有一線生機。凌晨3點，我部電話突然響來電顯示係前妻，電話通咗，嗰個曾經被我拋棄嘅女人把聲沙晒，幾乎講唔出一句完整嘅說話。電話嗰頭靜咗幾秒，佢淨係講咗一句，佢話你留喺度唔好喐，我過嚟接你。各位，呢短短幾個字真係一份好深厚嘅情意。唔使半個鐘，一架銀色7人車喺街口停低，前妻由司機位落車，着住件運動外套，頭髮隨便紮住，腳踩一對平底鞋，完全冇化妝。佢行埋我架車度，拉開車門望住我一句，多餘嘅說話都冇講，只係講咗句走啦。我落車坐上7人車個乘客位，架車開咗之後，我細細聲問咗句：啲仔瞓咗未啊？前妻揸住個琴盤，眼望住前面，搭細嗰個瞓咗，大嗰個知你今晚可能會嚟，一直喺客廳坐住，死都唔肯翻房。佢停咗一陣，跟住講，佢問我如果爸爸今次翻嚟唔走啦，聽日可唔可以送佢翻學？各位聽到呢句說話，我冇再問落去，我將塊面扭向車窗嗰邊，膊頭開始發震。大家諗下，一個人為咗追求所謂嘅靈魂共鳴，夾硬斬斷自己同親生骨肉嘅聯繫，呢種自私嘅行為，最後全部變成一巴一巴好重嘅耳光打落自己塊面度。當架車去到家門口嗰陣，我企喺門外遲遲都唔敢滿鐘，但我驚面對嘅一切始終都要面對。道門自己開咗，大仔着住睡衣，心口攬住個光，企喺門入面，對眼紅紅地，好明顯一直都冇瞓。佢望住我望咗好耐先問：你係咪仲要走啊？我踎低攬住佢答：唔走啦。個仔將塊面埋喺我條頸度，悶悶地講咗句：咁你以後可唔可以唔好再突然唔見咗？各位，呢一幕無論邊個睇到都會心酸。企喺幾步之外嘅前妻一粒聲都冇出，轉身行入廚房，倒咗2杯暖水放喺茶几度。好多時老天爺要懲罰你，從來唔使真刀真槍，而係擊中你心底最軟，覺得最虧欠嗰忽肉。我一味顧住揾所謂嘅靈魂伴侶，卻唔記得做老豆嘅責任。嗰啲冇陪住啲細路長大嘅日子，嗰啲為咗逃避屋企瑣碎事而走遠嘅日子，最終都變成一世嘅遺憾。我自以為走到好遠，但係親情嘅牽絆係點樣都斬唔斷嘅。當你欠下親情債，嗰天就一定會用最痛嘅方式逼你翻嚟還債。講句唔好聽嘅，人到中年真係會有好多關口。我去到40幾歲，人生剛好去到一個轉折點。大家諗下，嗰個時候嘅我喺邊度？喺北京嘅4合院入面，嗰個係咩地方？嗰個係知己潛心修佛嘅地方。屋入面供奉住佛像書架，全部都係經書，成年都飄住檀香水，非常之清靜寡淡。我原本以為匿入呢個4合院就可以斬斷所有煩惱，求得一個精神上嘅清靜。我大半生都喺鏡頭面前捱更抵夜，滿心以為呢個唔染塵埃嘅地方就係我最後嘅歸宿。但係各位，世間最難斬斷嘅係父子連心。我哋將眼光轉去千里之外嘅墨爾本，嗰陣時墨爾本啱啱入秋，早晚溫差好大。前妻帶住2個仔住喺海邊嘅白色獨立屋度。呢10年來，佢帶住啲細路由香港搬去溫哥華，再由溫哥華搬去新加坡，最後定居喺墨爾本。佢就好似一隻候鳥咁周圍搬。嗰日朝早，前妻喺郊區超級市場買緊西蘭花，本來打算夜晚煎牛扒俾啲細路食，就喺呢個時候電話震咗，係大仔班主任發嚟嘅信息，話個仔有啲發燒，建議接佢翻去。前妻放低手入面嘅細啲，推住架車仔去埋單，心入面盤算住夜晚應該要改煲粥啦。接咗個仔翻屋企嗰晚，發燒一直唔退，夜晚9點直接燒到39度。前妻坐喺床邊
邊幫個仔換凍毛巾。就喺呢個時候，迷迷糊糊嘅大仔睜開眼，細細聲咁喊咗句：爸爸，各位！呢啲真係血濃於水啊！細路仔發高燒叫爸爸，呢個唔係第一次啦。以前前妻總是扮聽唔到，或者細細聲話爸爸開緊工，但係今次佢冇咁講，佢望住嗰張越嚟越似我嘅面，眉毛對眼鼻梁，連皺眉頭嘅樣都一模一樣。佢考慮咗好耐，拎部手機出嚟拍咗一段10幾秒嘅片段，片入面個仔燒到塊面紅晒，口入面仲係含糊咁叫緊嘢。佢將段片發咗俾我，呢個好耐冇主動揾過嘅號碼，加多咗一句個仔想見你呢，短短幾個字直插我心。段片發咗出嚟唔夠2分鐘，遠喺北京嘅我打咗電話過去，電話嗰邊伴隨住北京半夜刺骨嘅寒風聲。我好心急咁問咩事啊？燒咗幾耐啦？睇咗醫生未啊？前妻好平靜咁將情況講咗一次，電話嗰頭靜晒，跟住我斬釘截鐵咁講：我飛過嚟，即刻買機票過嚟，等我大家試諗下當時嘅畫面。半夜嘅北京嗰啲凍風好似刀咁樣攞落塊面，我企喺四合院門口，手揸住電話，手指骨都捏到白晒。我擰轉頭望咗一眼佛堂嗰邊，嗰度嘅檀香仲喺度燒緊，佢應該仲喺入面打坐念經。但係今次我唔敢再望第二眼，嗰啲所有關於精神契合、自由灑脫嘅執念，喺個仔虛弱嘅呼喚面前，全部變得毫無意義。我拉開大門走入北京嘅寒冬，半夜喺去機場嘅公路上買咗最快嗰班飛去墨爾本嘅機票。呢一刻係凌晨2點17分。各位老友記，我拋低咗嗰個不食人間煙火嘅女人，連夜撲去千里之外探我個仔。我啲大半世人一直喺度追求虛無縹緲嘅嘢，追求所謂嘅靈魂伴侶，但到頭嚟，人生最缺乏嘅其實係人世間最簡單嘅住家飯。一場高燒硬生生將我由半空拉翻落地面，親情債係點都要還嘅。各位捱咗8個幾鐘機，我終於踏足墨爾本嘅土地。大家諗下，一邊係北京灰蒙蒙又凍冰冰嘅天氣，一邊係墨爾本帶住海水錘嘅初秋，呢個跨越半個地球嘅距離，直頭係2個世界。去到嗰間海邊嘅白色獨立屋，推開門係同北京四合院完全唔同嘅畫面。嗰間四合院入面有啲乜？有靚爆鏡嘅家私，好貴嘅字畫，仲有佛堂入面陣陣令人覺得好疏離嘅檀香馟。但係嗰度一點生活氣息都冇常人嘅溫暖。而喺墨爾本呢個屋企呢，洗手間啲毛巾掛到亂七八糟，電視遙控唔知塞咗喺邊條梳化罅度，開放式廚房飄住好濃嘅油煙味。各位真係估唔到，就係呢陣普通嘅油煙味，先係人生最實在嘅溫暖。大家睇下呢餐普通嘅住家飯，前妻喺個爐頭前面忙緊，把菜刀剁喺砧板度，發出嗒嗒聲鑊，入面啲滾油吱吱聲，冒緊白煙，一把蒜蓉爆落去，陣香味即刻湧出嚟。捧上台嘅全部都係好普通嘅住家餸，蒜蓉炒西蘭花、糖醋排骨、一條清蒸魚，仲有一碗蛋花湯。大家試諗下，我喺北京食開啲乜？嗰度個雪櫃排到整整齊齊，全部係齋豆腐、青菜、各種菇，連肉同蛋都好少見。間中自己煮碗麵，都係自己一個喺死靜之中機械式咁吞落肚，完全冇味覺可言。但係喺墨爾本呢張飯台度，細仔嗰對油淋淋嘅手仔親自夾咗嚿排骨俾我，唔覺意就揩到我個碗邊。各位呢油淋淋重重咁打入我個心度，呢啲先係我缺失咗好耐嘅人情味。食完飯發生咗一件喺我哋以前婚姻入面幾乎未試過嘅事，我主動行入廚房去洗碗。大家想象下個畫面，水喉嘩嘩聲流住熱水，洗潔精喺百潔布上面搓出白色泡泡，我一雙手就咁浸喺水入面，默默咁洗緊啲碗碟。我大半生人都好似識飛咁，日日追求虛無縹緲嘅靈魂共鳴，但當雙手沾滿洗潔精泡，摸到隻碟底仲有少少微溫嗰陣，呢種最真實嘅感覺先令我真真正正踩實地氣。去到夜晚，我又去教2個仔彈吉他，兩父子捱得好埋到我好清楚咁聞到個仔身上洗衣液嘅香味，仲有
細路仔特有嗰陣淡淡奶味。嗰一刻，我呢個曾經不可一世嘅浪子，心入面竟然酸溜溜。我諗起自己細個嗰陣，老豆常年喺出面拍戲都係咁樣冇陪住我。歷史係幾咁驚人哋相似，轉咗一圈，我差少少就重複咗上一代嘅淒涼經歷。幾日之後嘅一個下晝，前妻捧住杯茶同我講咗一段插中心窩嘅話。佢話：你成日覺得自己欠缺啲乜，所以一直喺度揾。其實你欠缺嘅可能就係停低呢個動作。你成日喺度飛來飛去，但人唔係雀仔，唔可以成日留喺天上。各位街坊，呢句說話簡直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各位知己俾我嘅係天上嘅星星，高不可攀又清冷，嗰啲係神仙先要嘅修行。而前妻同啲細路俾我嘅係人間煙火，實在又溫暖。呢啲先係正常人要行嘅路。老天爺教訓人，唔係打雷閃電，亦唔係打殺殺，而係用一碗熱湯，一個擁抱，最終將我拉返去呢啲充滿生活氣息嘅柴米油鹽入面。因為最深嘅親情，從來都唔喺青燈古佛旁邊，而係喺呢個日日見嘅屋企入面。講到呢度，喺呢場長達20幾年嘅感情瓜葛入面，嗰股能夠和氣收場嘅力量，究竟係邊個種下嘅呢？大家諗下，唔係別人，正係嗰個曾經被我拋棄、被傳媒唱咗10幾年嘅女人。呢10幾年入面，我缺席咗啲仔無數嘅成長嘅日子。各位，換轉係出面嗰啲痴男怨女，心入面會積埋幾多怨氣啊！但前妻係點做㗎？為咗俾啲細路一個好嘅成長環境，佢帶住2個仔由香港搬去溫哥華，再由溫哥華搬去新加坡，最後定居喺墨爾本，足足搬咗4次屋。佢將所有嘅苦水同委屈，全部自己默默吞晒落肚，硬生生喺2個細路面前撐起咗一把乾乾淨淨嘅保護傘。當我終於坐喺墨爾本嗰間屋入面，對住前妻講出嗰句遲咗10幾年嘅對唔住嗰陣，佢表現出嚟嘅係一種令人佩服嘅平靜。佢望住我話：你知唔知大仔呢幾年問過我幾多次關於你嘅問題？細仔發夢喊住叫爸爸，我氹咗幾耐佢先收聲。呢啲事我從來唔同你講，因為講咗都冇用。你唔喺度就係唔喺度，但係我從來冇喺啲仔面前講過你半句壞話。大家試諗下，呢個女人有幾偉大？你睇下嗰2個細路對住我呢個成年唔見面嘅老豆，一啲怨恨都冇，只係有啲生保。呢啲邊度係理所當然㗎？呢啲全部都係靠呢個女人喺中間硬生生用自己嘅包容去化解出嚟嘅。面對我嘅多謝，佢只係淡淡然搖咗搖頭話：唔使多謝我，唔係為你，係為咗啲細路。曾經嗰個喺鏡頭前鋒芒不露嘅影后，經歷咗10幾年嘅千錘百煉，身上嘅刺一早就冇晒，變成一潭平靜嘅水。當被問到仲恨唔恨嗰陣，佢話恨過，後來就唔恨啦。恨一個人太攰啦，我冇咁多精力。各位街坊，當一個人真真正正放低心入面嘅執着同怨恨，唔將無辜嘅細路當成報復對方嘅籌碼，嗰陣屬於佢嘅福氣自然會慢慢翻嚟。佢用大半生嘅忍忍同包容，終於幫啲仔等翻個完整嘅家。我哋再望翻轉頭睇下另一個人，大家諗下，當我由澳洲翻到北京嘅4合院，坦白自己想將多啲時間留俾啲細路重新安排生活嗰陣，呢位修佛多年嘅知己係咩反應？佢冇喊冇鬧，更冇好似出面啲女人咁去挽留同爭，佢只係企起身行到窗前面，望住個院度修剪到整整齊齊嘅花草，用一種極其平靜嘅口吻講：你知我最怕乜嘢嗎？我最怕就係糾纏。各位，呢幾隻字輕飄飄，但係透住刺骨嘅清冷。佢話：你如果要走，我唔會攔你，你諗清楚就走啦。佢將所有嘅七情六欲都夾硬收埋，收喺邊個都睇唔到嘅心底，用一種極其克制嘅方式
維持住自己最後嘅驕傲。當我行出嗰座四合院，撻着架車離開嗰陣，手機收到佢發嚟最後嘅兩隻字保重，就係呢兩隻字徹底斬斷咗兩個人之間走纏咗20年嘅緣分。後來喺嗰個好靜嘅院入面，佢睇住一段關於我同個仔嘅訪問片，佢拎起台上面嗰張原本飛去澳洲嘅機票，望咗2秒鐘，然後慢慢咁撕成碎片，掉落垃圾桶。嗰啲碎片就好似永遠唔會溶嘅雪，徹底封死咗兩個人回頭嘅路。講真，男女之間最怕唔係瘋狂鬧交，最驚係呢種唔帶一點人情味嘅放手。佢呢世人收嘅係自己，佢唔需要靠任何人，亦都唔想成為任何人嘅負累。佢放手放得非常體面，亦都非常決絕。但呢份驕傲亦都注定佢要自己一個人承受孤獨。喺呢個故事入面，冇邊個真係贏家，亦冇邊個真係輸。佢揀咗精神上嘅自由，保存咗體面，但必須承受孤獨。我渾渾噩噩咗半世人，最後揀咗向現實低頭，承認自己只係嗰個需要食人間煙火嘅俗人，揀翻親情。而前妻用歲月熬出咗最深沉嘅母愛，最終等到家庭團圓10年，又係一個新嘅階段。大家試諗下，10年後嘅墨爾本機場，一個生得好高、輪廓好深嘅後生仔拖住個嘢行出嚟，閃光燈閃到啪啪聲，成班記者攞住相機米牌圍埋去。呢個後生仔就係當年嗰個眼紅紅問我可唔可以唔走嘅大仔。記者喺人群入面大聲追問：你出道係你老豆嘅意思，定係你自己嘅意思啊？後生仔停低腳步，眼神好平靜又堅定咁講：係我自己嘅意思。但佢緊直接講咗一句令所有人都好動容嘅說話。佢話：如果有人問我最多謝邊個，我最多謝我老豆。佢從來冇喺我嘅生活裏面缺席過。好多年前佢應承過我，講得出做得到。當年我應承陪佢嗰一個承諾，經過10年嘅歲月洗禮，終於令成個家重新溫暖翻。同一日嘅墨爾本海邊獨立屋入面，太陽曬入屋，前妻收埋一家4口嘅舊相，好平靜咁問緊夜晚食乜粥啲，過住最安穩嘅日子。經歷咗呢場糾纏咗20幾年嘅風風雨雨，我真係有好深嘅體會。以前我以為喺情緒最激烈嘅時候做決定好型，但其實嗰啲決定全部都係錯嘅。當年嗰一晚，佢要趕走我所有嘅痕跡，老豆喺醫院走廊大發雷霆，包括我當年為咗追求自由而離開屋企，全部都係一時衝動。呢啲決定唔單止冇解決問題，反而帶嚟更深嘅傷害。兩個人嘅緣分可以短，但親情絕對唔可以當兒戲。感情去到盡頭唔可怕，最怕係用仇恨嚟收場，將細路仔當成報復對方嘅工具。最後受傷害最深嘅，往往係細路自己。好彩前妻守住咗呢條底線，最後大家都揾到真正嘅出路。人呢世無論你賺幾多錢，最後始終都要落葉歸根。靈魂伴侶的確好少有，但當夜深人靜，個人攰到死嗰陣，你需要嘅絕對唔係天上嘅星星，而係一碗熱辣辣嘅靚湯。嗰碗湯可能好鹹，賣相又唔靚，但係佢可以暖胃，更加可以留住嗰顆飄蕩咗好耐，已經唔記得點樣停低嘅心。世間所有嘅選擇講到底都係取捨，知己揀咗自由，我揀咗返屋企。冇人真係贏，亦冇人真係輸。千萬唔好等到搞出大禍先諗起乜嘢最重要，好好珍惜眼前人，守住世間最簡單嘅親情，先可以喺呢個花花世界入面揾到真正嘅安樂茶飯。多謝各位老友記。